续来看这外送平台，即卖是正时行。为着要来保障着外送员的权益，交通部第一届修法来订定着外送的运费，讲每一单的基本运费恐惊会起到60块，夜间要加收20块，若是送酒楼，阁要加5块。也就是讲，这个外送费恐惊会足加出着1倍。咱无想要出门，真侪人三顿拢会叫外送平台叫人送过来较紧。不过后摆想要叫外送，可能都爱加啉钱咯。交通部2月修法，公路桥马三摆邀请平台业者含工会讨论，外送产业工会提出试算，走一撮基本运费60，超过3公里后每100公尺加1块，乘着时间乘超过5分钟加收5块，若送半暝含送去楼顶嘛加收20到5块。过去的话，2大平台有它明确的计算公式，譬如说取餐费，然后再加上里程费，以及送餐费。那在2021年4月2大平台联合砍薪以后，其实就不存在所谓的公式，金额里面包含哪些项目，并没有明确的列清楚。电公司对外送人员加1份补充，不过算算的外送费用以临工加夜市到5星价为例，桥到尾超1.6公里，即卖外送费用照无共优惠方案0到39块，可是未来修法通过，走一撮60块起跳，超过暗时10点才叫食，佮爱送去楼顶，上少85块起跳，外送费用加要1倍大大。85块有点贵，大家一起凑，不会一个人订外送，这样有点奢侈。如果真的想吃的话，应该还是会叫，但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多加的话，是对就是外送员来说是比较好。相关县市的公共会就可以提报相关运价的一个这个草案，那报请给我们公务总局会同地方政府来审查讨论及做核定的作业。交通部预告，上紧伫咧11月公告法规，不过讲实在话，嘛是要通过真侪关卡。工会建议后续爱针对外送行业定专法管理，避免修法过平台甲店家抽成有关，店家佫甲成本转互消费者，互人客叫食叫甲海餐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